继续来看这件，有这个民众伫网络来压坑，讲对旅行社的团要到中国湖南的张家界来耍8天，但是因为机票的姓名写唔对去，互隔离的机场无法度出国，结果是有其他的网友来抓包。明明台湾都还未开放团客会当去中国游览吗？看来迄间旅行社要互罚款咯。啊，其他旅行社就透露咯，讲两岸观光断线超过3年，有袂少旅行社只好是行险路，以文化交流，也则是挂乡的名义到中国。多参观光局嘛是放半目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啊，观光局是来回应讲，会继续来宣导出团的禁令，以柔性劝导为主。啊，若罚款会来看个案的状况。纵观列岛的自然美景，水敢若亲像一幅图。湖南张家界山景就有名，不过，就有人伫咧社团野了，家己参加旅行社的张家界8天游，所以机票的名字开唔对，即马人掉伫咧机场，实在是有够坎坷。就有人抓到台湾还未开放团客去中国旅游，这间旅行社惨落，当事人快到马紧甲本手提掉。中国人无法度组团来遮耍，台湾人嘛无法度组团去中国，两岸观光旅游就亲像断线。真侪业者真无奈，干来当软空胖，用文化交流、进香团的名义出团去中国。我办了台胞证，我去那边干嘛？我就自由行的模式，或者是说我去找朋友，顺便兼旅游，那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出去的时候，有时候旅行社跟你讲说，哦，这是旅游，我们是自由行的声明，你要签字。啊，我们是自由行出去的，那旅行社就规范这个区块的一个所谓的法律的责任。他们是自由行哦，那是我是帮他们整合。讲政府的两岸出团禁令，即马两边拢还未和解，服业者有够着急，监管部罚9万块风险，嘛要行危险度。其实业者会有个很憋屈的问题，就是做陆客的，那我怎么生存？我们两岸的证据，上位者。可能稍微要眼光要打开一点。两岸观光旅游无随疫情稳定恢复，颠倒搁出现乱象，业者真无奈，讲希望观光断线会当赶紧搁接起来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